观众朋友们，到现在为止，经典回眸已经为您连续介绍了11个越剧小生花旦流派。其实，在越剧舞台上，不仅小生花旦的形象光彩夺目，老生、老旦、小丑同样必不可少。越剧界的4大老生就可以说是风格各异，而其中作为13大流派中唯一的老生流派，张桂凤老师创立的张派艺术更是影响广泛。2012年3月，张老师不幸去世。此后不久，他的学生为他举办了一次专场演出。就让我们通过这次纪念演出，一同去感受一下越剧百花园中不老松的魅力吧。听戏、看戏、说戏、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朝朝有戏。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观众朋友，第840期星期戏曲广播会，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纪念演出专场。在越剧老生行当中，张老师留下的作品最多，传人最多，影响也最广，被誉为是越剧老生的泰斗。是的，张桂凤老师在艺术上广采博取，好学不倦。他的唱腔铿锵质朴，顿挫有力，声情并茂，自成一格。他的戏路广，表演真切，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是公认的性格演员。他为舞台而生，因舞台而乐。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他热爱的越剧舞台。张桂凤老师一生为6代演员配戏，其中不乏有明星，也有年轻的演员。他甘当绿叶，甘当配角。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主角就是张桂凤，主角就是张派艺术。让我们响起热烈掌声，表达我们对张桂凤老师的无尽的思念。说得太好了，张桂凤老师诞生在江南水乡的萧山，虽然他身量不高，但是他扮演的须眉男子个个活灵活现，个个神闲兼备。今天我们的第一篇章将展示一组张桂凤老师扮演的老生角色，以此来展示这位女老生的须眉风采。这几个人物都是老生，所以都佩戴染口。染口有不同的颜色，有黑染口、白染口和苍染口，代表着不同人物、不同性格，还有他不同的身份。我们张老师不管扮演什么角色，他都会把人物塑造的是栩栩如生，细致入微。在《金山战鼓》这出戏中，张桂凤老师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大忠大义的爱国将领韩世忠。我们最先欣赏到的就是这出戏当中韩世忠报国无门的忧虑情绪的戏份，由张桂凤老师最年轻的学生蔡燕和吕派的优秀传人唐小玲来出演。那么说到蔡燕，她在19岁的时候第一次参赛就选中了这个曲目，并且呢由张桂凤老师亲授。当时的张桂凤老师已然是80高龄了。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金山战鼓》。哦。
将乱八千子弟兵，要来几进可不归10万军，修筑城明榜花灯千万盏，真将府除掉他兵金归城，记在前前非愁错，心潮起伏乃完整，此一转事关松生，心无旁，思名臣，似乎一转平乾坤。夫人到，怎么讲？夫人来了，快快有请夫人。是，有请夫人。夫人，你来得真好啊！所在不见夫人面，我才人北门去相迎。相公，夫人，你真是始终治病正家。我哪里知道相公治病正家？我是闻听相公在苏州与民同乐，红牛就一马射奔苏州，是看相公大放花灯来的你。哦，夫人请，相公请。所在不见夫人，不想随着家仆转乱之时，夫妻竟能团聚。哦，这是夫人长途奔波，辛苦了。好，20年夫妻，还想讲生死一过。20年了，20年了。流光逝逝，匆马空匆，一转眼已至20年了。是啊，多滋味，金兵策进城中从马空匆20年，车上总裁天家婆，笑来长衣那外面，我与你离是多，为是少，只差
恰三分少年轻，同在两鬓抛天。以决转万财为之事，亦不由我后世之言。但只见不破不乱，可争地，家破人亡，怨冲天。看将士却无红不知，怒马不发真的言。一声无家争辩不逃，只遥遥回马鞭。这才是用官的事，用心事。江山拿得不可言。我希望相公的之间，多一君必成仙。红月分子也汹涌，终将要马到军边，愿今相公只有一别。把他谈虎变色颜。杨世忠竟夫才一辈，不，这一杯酒，愿中一当很生心，将当时机会杀敌前。愿中一当献银财，将领官法官苦朝天。愿中一当官大中。教场江暖不小天颜，多谢夫才。越剧《李蛙传》是向川剧学习的剧目。那么张桂凤老师凭借着她出色的表演和唱腔，在越剧舞台上扮演了一位深入人心的老生形象。那么这出戏当中的赤子一折呢，可以说是这出戏的一个重点。那么张桂凤老师借鉴了川剧的表现手法，四吟四唱，将郑北海斥责儿子时的
那种怒不可遏、痛彻心扉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就成了越剧老生演员必学必演的基础剧目，也是参赛舞台上经常选用的剧目。下为何臣？我小儿缘何？你既要为父，因我不抬起头来，儿不管的。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呀！老弟弟喜怒天
无你不在谁，他是个有才有貌的书香女，更难得他冰清玉洁心洁真，名苦王一夜真孩儿定下三门，囊中金银宝儿郎，他恰是四国太母不必心，地上流去回尘，为了儿他愿惜自奉心忠诚啊。难道你还想娶她为妻的？常人与亚姐姐定情，他此生愿做陈元虎啊，父不知在哪里识得，谁生下你这个出门帮的子孙？你银两用人，不可再结亲近，今可不考，你还可再等下课。如今你不但迷恋野花女子，竟还想娶她为妻。你把我城门绑着，此于何天也？我城门亲不在家教之谁，思想理你拼得等。父为臣一生多端正，时时可以对归臣。长追素在李安聪明人上天张冠凤老师还是一位戏痴迷的痴，他对一个角色的反复琢磨，可以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可不是嘛？
比如说《梁祝》当中的祝公远这个角色，张桂凤老师就觉得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戏曲彩色电影，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比较简单，所以表现得比较单一呆板。到了80年代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张桂凤老师对这个人物就注入了新的思想。那么偏重于父母情感方面，以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疼爱，折射出了封建礼教这个葬送青年人幸福的爱情悲剧。那么1999年上虞越剧团排演这出戏的时候，张桂凤老师呢就把他这个心得呢传授给了他的弟子孙伟娟，那么要求他在眼神呐、台步方面呢着力刻画人物。那么接下来呢，孙伟娟就将和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陈颖、张瑞红一起为大家表演《梁祝》片段。真乃是女大当家哦！弟弟，你年纪尚小，年纪尚小，为夫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呐？女儿不远，应待你。你在杭城读书时期，莫非你应在员外？你被小姐托死山寨做了些什么？小姐，你是你谈是无法讲。小姐在杭城读书山寨，遇见了会计2、3百相公，你就进了隐隐不离，少不离送别上的小姐我。小姐我请客叙旧美。
何必动言？应的，应的，应的。启禀员外，贵计200-300就见。贵计2-300。有请两相公。请坐，谢送。做怎办？小者冒昧登门，万望陈八大人见谅。哪里？两爷这像是路过红山，乃是他的丈夫与陈八大人请哦。不过。三弟也往往也弟，两相公，请用茶。宁心弟，宁心妹妹，两爷特远道而来，请到四王稍入片刻，当面应待出见。是来，陪两相公四王稍入，不得怠慢。是，两相公，请。事情小弟下来有可相话。你叫小弟先来见我。应得一首马家评，是马家媳妇马家的亲。情不妥，要离何间？两兄在哪里？两兄在哪里？应的弟，有两三百房里来了。两兄在哪里？应的，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我与两兄你几经难同苍生在，远道而来，岂可不见？应的呀，你也是马家的人了。女儿一曾一语，岂不问婚姻大事，当有父母作主。弟弟，你与女儿常明情绪，无媒无品，做事不多，与师母为媒，若双人为聘，与理不亏啊！应得你，弟，马家乃是左营世家，不用蒙题。两家虽说命外，也是亲不成家。应得你放肆！我女你不
你才不许马家有什么听？赢得你大得，山东四个内部军婚名字千金体，最出名是多少名单要做青蛙兵里发不哟，真做成。有几百之意，就用力一击。你要好好言下劝谕他，叫他领去送去。您些有请两相公。是。应得，不要内莫面有失礼数。两叶头，应得快来兼顾两叶头。两兄，沿着远大大山，是那些把您来同来，甚不有事情？都只为前程的天永为，他与我亲手有押位，押定了日子难更改，我只好责备你两眼走。哪里？你同行人到黄山，你不言怠慢去做，因为谢神吧。应该你三伯乃是结拜兄妹，你要好好看待。倘若不定怠慢，为父未来要听家神吧。张国凤老师呢，除了演出老生他的本行之外，早在他在科班学艺的时候，就一人兼演
数个角色。嗯，他演过老旦、花脸、小生、小丑等，逐步形成了戏路宽广的特色，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艺术形象，给广大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张桂凤老师塑造的一系列的富有特色的艺术形象。那么首先看到的是《九金姑娘》当中的12，这是一个有着几分精明的乡村土财主，那么所以在这个角色当中融进了不少丑角儿的元素。由诸暨市越剧团的张派传人张成英扮演12，由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辛雅琴扮演九金姑娘。太阳出来哟，山上西冲出来了陈女郎，陈女郎。闲事作业，人家呢有的怕无人接替，我呢有的也有人接替，就是上次三个女子爱头爱脑，不成大器。套进两房三户啊，一个叫早日出版，一个叫论坛读过，这一年到夜天天早早相马不停。独在一眼不灵，还想做当官人。哎呦，这弄得我是头昏脑胀，走投无路。现在呀，我听人家来东讲，护士们里有个长裤筒的阿囡叫张九金，肚子也高，相貌也好。要是能做我第三房媳妇，那么我300亩田地可以包了在，我只一定家得去一心去往。护士们要是碰到张古董先动一台里面张师傅来动啊！哎，张师傅，哎，我的啥人啊？哎，是我。你们有个人，我们有责任，俺这个都有名，侬那个么名字噶？哎呀，一个笔记本套起来。哎，我的名字啊，要用算盘算过啊，跟侬讲来我算算看，跟侬听懂啊？一对包，两对包，三对五三四对包，我是连名连姓在算盘，叫侬姑娘自家说。那是啥你地方是吧？哎呀，侬哪个晓得个家？毛手算的呀。一定是九金姑娘懂噻。哎，里面的姑娘，搿侬叫啥个名字啊？我的名字还要算个。搿侬讲来，我算算看啊。搿侬听啦啊。一斤光，两斤光，24两3斤光。我是黎明年薪才称高，10年地方侬是大嫂，侬就是九金姑娘。10年地方侬来做啥？哦，我叫侬个爷，
到俺屋里向吃苦东去。哎呦，刚侬来不着嘞，俺爹出去做螃蟹生意去嘞。哦，哎，葛么侬爷回来，侬同伊讲，侬叫讲12老爹王来过噻，叫伊到俺10个屋里吃苦东去啊。葛么侬好里来了哪里呢？我个屋里呀，葛么侬听懂啊？出了一座五字门，上啊龙门过一层，前面有点老艺人，后面有只郎青青。再过一座来过门，门前2个过门人，于是来呀来了往你等17、8把跳走到头顶。无数出来当头见身，腿好像爬着官爷，里不要饭来吃，夜里不要面上困，就是我自家个过门晓得嘞啊，我又晓得的。跟侬讲帮我听听看。上岸龙门嘛，就是一定上岸这条呀。对个。前面老年人嘛，就是到是个四房。对个。郎青青嘛是四堂。来过门就是一座摇样的一道门，门口2个关门人，就是那门口有2只钟烈士，是不是啊？哎呀，侬到俺屋里来过噶？来是没来过，毛菜菜的呀。哦哟，这姑娘肚子倒侪有是好大，不晓得相貌好不好？姑娘，跟我去的啊！侬爷回来，侬叫伊早一点到俺屋里来去品中饭啊！是你对吧？跟侬到俺屋里坐下去呀！不错。点心吃点心，不吃。点心不吃嘛，坐啊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跟侬点心不吃，坐啊不吃，跟我不客气，不送侬啊哈！这姑娘倒侪有是调皮的，门不开，叫我坐去点心吃之前。不错。等张苦都回来呀，这门亲事一定要带一成功。祥林嫂中的魏赖子呢，是张桂凤老师塑造的又一个非常典型的艺术形象。魏赖子呢，是解放以前浙江农村的一个二流子这么一个形象。是的。让一个女演员来扮演这么一个形象，可想而知难度非常高。对。可是张老师扮演起来是活灵活现，很难想象这个魏赖子和打金之中的唐璜竟然是一个人演的。可不是嘛，这其中有一个故事，1986年，舟山市小百花越剧团的乐彩珍来上海参赛。选择的就是魏赖子这个角色要参赛了，所以呢，参赛前的2、3天就到了张桂凤老师家去求教，得到老师的指点。当时的乐彩珍呢20刚出头，所以见到老师比较紧张，再加上排练的现场呢旁边有一个工地，不时的有人探出头来去看，所以呢，这个乐彩珍总也走不上那个流里流气的台步来。张桂凤老师非常的着急，说晚上就要比赛了，要不然你就换一个你拿手的戏剧比赛吧。不过乐彩珍坚持要演这出戏。到了晚上正式比赛的时候，乐彩珍放下了包袱，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个张桂凤老师非常的高兴，第2天一定要拉着乐彩珍去做头发，意思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昨天晚上演魏赖子的就是乐彩珍这个小姑娘。可见张桂凤老师对学生的进步非常的开心。时隔20多年了，今天乐彩珍再次为大家扮演魏赖子这个形象。扮演祥林娘的是周燕儿。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催马加鞭金高官，哒滴哒，女人狮子加马背，哒滴哒滴哒滴哒，月郎队队来观看。哦哟，魏大公，祥林娘，魏大公，哎，说哦，好好。
又这个，是那么说来，我这想开的，侬为想跟。吃着哦，哎，蒋姨娘啊，蒋根今年几岁了？12还是14岁啊？14了啊，14了。哎呀，好讨老婆嘞！讨老婆，乡邻的光财钱都还不出，侬是中保人，可是瞒不过侬的呀。哎呀，为是个别官财账，我的中保倒是真头可别嘞。不过咋是死过，人是活过，可以想办法过。我有说个办法好想你，屋里向是5点5地的，好买的谁都买光了。要不我有个2件破草哦。蒋姨娘，侬真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哎，不会在那媳妇身上打水门？我有说个水门好打你，蒋姨娘。江陵死去一百年，侬空留着年轻媳妇在身边。他无人家手机扫八方，穷人手机为哪点？寡妇在家是心肠事，也没有什么发体面。侬藏着个活宝说马前，我看侬真是懵懂少时间。不是我懵懂少时间，在家寡妇能值几个钱？我一家生活是半靠他，怎能够我要不操土安钱？江陵娘侬说寡妇在家不值钱，我倒有一个好时间。我家山中有个何老龙，当了为生1多年。他曾经托我把媒人做，城里姑娘啊不肯嫁到山间。江陵娘啊，要是强硬少肯嫁过去，她远出这里多少80去，80去。想跟他老婆为了贵财钱，至少挣下20钱，都舒舒服服好过年。你看他总儿老实有情节，徐东爱我是傅元言，人心中就是要做，我怎能没良心把他去马前？马儿马女是多的是，侬何必顾儿有顾忌？就是我硬心肠把你不心情。媳妇生来命不好，留在身边要回去天，骂掉他回来一往心心路，侬后半生还苦劳来天。哎呀，好倒是好个，
放心，我有办法。只要侬得意，一切我最接。通知我老罗，张教当门前，空空洞洞十斤花轿，轻轻上上是来见的。搿么我老罗个人到底好不好啦？人侬放心，台子金丝灯笼啥也找不到，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搿么几时要来人呢？只要侬一句话，明天就来抬人啊！明天啊！哎呦，明天可是太快了呀！明天呀，上门做事越快越好了。搿么前面三，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好，就搿个样子，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讲一样啊，我醉了啊！好，哎啊，侬可不能走漏风声啊！跟我有数个，我醉了你好啊，最好回答我啊！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彩马加鞭金刚关，哒滴哒。今年啊，上海越剧院排演祥林嫂，下半场呢有一个小角色叫阿发婆婆，阿发婆婆，连一句台词都没有，是个小角色。但是当年的上海越剧院的院长，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点名要张桂凤来扮演。对，结果呢，张老师扮演的是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啊，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张桂凤老师的表演是怎样的不可替代。确实如此。张桂凤老师不仅仔细地琢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唱腔，而且对剧中的所有人物，他都用心的揣摩，早已超越了演员的身份，达到了这个导演的职责。话说，1981年上海越剧院排演了男女合演的《凄凉辽宫乐》，由张派的男老生张国华扮演主角。那么张桂凤老师就是这出戏的导演之一了。那么在这出戏中有一段重要的唱腔，叫做一时头水激波涛，这是人物的重要唱腔。张桂凤老师设计这个唱腔的时候，在板式啊、节奏方面都非常的丰富，刻画的这个人物啊、猜忌啊、记恨的那种复杂的感情和微妙的心理。那么今天呢，就由上海越剧院最年轻一代的男老生顾爱军来为大家演唱这段唱。兴风浪往后他张口不离，曹魏这内中原有非是良。走上
不，王六他不是这样的人，王六他不是这样的人。丞相府是贤门的好家风，有时弟兄18年，这张成功显为义德严明，天下扬。对他公公家里尽吩咐，三公充陪他一生当真臣子名用门太子，天老于地荒，学识当当有才真能为非为什么上夜琵琶到天晓？为什么不出自连番离调？茶杯成饮而欲情，他正传理解公义单抛。望乡亲，皇帝拉萨才正规。身高难逃世，一心一志开忠心。怕只怕是不三思。除了本宫老生戏之外呢，大家刚才已经多次听闻，张桂凤老师还串演了不少老旦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续欣赏到3个不同的老旦形象。相公门楣，侧肩身，情
走。做什么？母亲知道你每一辈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自己要问你啊。哎呀，莫非老夫人已说不惜香之事？倘若靠侬请我来，你叫我怎样为得？红娘，哎呀，红娘啊红娘，你且不要惊慌，进去见过再说。红娘拜见老夫人。小先生万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快去家吧来。啊，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呀？下去。红娘，哎你知菜吗？红娘不知菜。万事不知菜，谁叫你夜半三更被小姐到花园里去嘞？哎呀，红娘不曾去呀。不曾去。红娘只有不惯其心，谁进来？坏了，进来。我命陪小姐迎接做事，才叫你迎着她无影乱走。花江城他又来谈事前绪，免得我同家法你小命难留。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先生！夫人不要松了贵妃，红娘身。你与我讲。红娘那人与小姐怎么样？也如是定了真身。定了真身做什么？我与小姐将军，叶将军是什么？他是哥哥定居，要到西厢去。去了没有？去了。哎呀，不等我也与你们去问候做什么？我们就是问哎，有什么好说的你？你们去问候那张生是什么？他是夫人将恩当作仇，今叫小生在官道上西边以后你这一有的是吗？一会再说吧。小先生，你万不快讲。她是红娘，你先生。你先生，那我有小姐你。叫小姐专心我。你这个小先生，他有个女儿家，你叫他夜半三更落去做什么？落去做什么？我又不晓得叫他来做什么以耶。后连事情当时你就忘了，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小先生，你万不快讲。远在上来梢头，早已成年黄昏后。常言道女大不中儿，激情无比苦在居。做人啊，得帮谁是先帮谁，得把须是你先把须。
也愿那个不是小弟先生，也怨不得小姐。都是你死丫的一生之过。哎呀，老夫人，这都是你家的事，哪里轮得着我红娘啊？那此事都由谁来？这都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怨我？哦，夫人上高道滚珠，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日君为苦救死，你生面带3把身中虚幻事，把马将军赠为进献上早晨。会心事，主人啊，查到宫廷逮捕时，你言而无信，句难辞。那儿你，错妇儿与犯妇儿，与来长生在西相识，才是这冤女皇祖娘的鞭，问一故事。家不念你不是，这3待到于是问我是谁，家的心情办了事，大事出身终于莲花城，你将何以为得来？岂不是说没了相国的家生一想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不可操持之。难道此事就怕了夫人？哎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怕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不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那给你自见你。哎呀，老夫人，红娘归去了。小先生，快起来讲。多谢老夫人。老夫人，以红娘之见，倒不是杀鸡小伙成绩妹子，把小姐许上身，不是我了吗？这丫头一言当头，我心看，到叫老身为了难，我曾将应许了张君才，他怕一阵雨我家盼，我曾将张生送官去，就盼为的是相国门楣从日散，倒不是全将亲自许张生，是他
情，他的是无国之人开过山有，否则能肯不相。既算是两家开了情，我有张子倒要动一腔情伤啊！独自为我肉里半生等啊，内心里一颗红只要克夫郎，穷人娶她能活3年，富人娶她要一命亡。相中病是朝廷一栋公粮，我真诚心无辜为你把命丧，因此我开了3天为谢你，好叫你死了这心上。哎，想不到你对肉里心你好，你派情不怕是手也不长，即使此只要你大人一句话要背当，我连夜可以是发家长。
面对红旗高挂月，在你自己也是有人满腔愤怒。我上我立志一胆前进。张桂凤老师呢，为粤剧男女合演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上海粤剧院的历代的男老生都是张老师的学生。记得那一年上海粤剧院排演《花中君子》，张老师的学生男老生张成好扮演父亲，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吕日英老师扮演女儿。吕日英老师呢，大张成好呢30岁。咁交关人讲咧，搿演出来不是爷，是阿弟哦。正当众人感到疑虑的时候，张桂凤老师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大家放心，我来排。”结果呢，这出戏公演了，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还了广大观众一个父亲，而不是阿弟。那么紧接之后，张桂凤老师又连续教了张成好7出戏。今天张成好就带着其中的一出《穆桂英挂帅》，带给我们现场的广大观众。气是虎动父老，一番美意，也是天下百姓们一片希望。父老们是养家为国的门中，还愿归田自保送。你们日渐嚣张行操练，到夜来就像把兵士多。父老们是生天儿真英勇，不必苦思言上多。自从边关传风土，两夫跟三妹早相拥。父老们是老太君，亲自多操不是劳。升天儿，您奋起起舞，心潮涌。多生你无卷插长得从容，一生立下把兵锋。言纷纷尽人望，闻皆真是杨文广。少衙内外都放下了心，都说是中立的杨家将，又把帅印章。
知道也就和老夫相互渡过了。一路上，百姓们盼望杨家东山再起的心情啊！他们知道，也就和老夫前来互动。从今晨开始，府里一战，十里一定。他们父老爷有顺相插座，归于道吧。百姓们再备口水，一定要研究和老夫把杨家将请出水来。他们这千万百姓的生死安危，皆基于沈天儿你的身上了啊！你不念老君王征服千里，你不念我老孔尊诚心一品，你须念天下百姓看名字，你须念大好山早回京。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则升天和王。你身为大将，难死期。升天，你再带带看看夜华太君，还与我这个老寇尊。把花苍苍，一模样。子女也用归还，才升天。朋友们，张桂凤老师呢总是告诫学生，要刻画好人物，一定要把握住人物的内在灵魂。正因为如此，张桂凤老师塑造的人物就不受行当的限制，不受流派的限制，所以每个人物都是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说《三看玉妹》当中的刘天化是一个花脸行当。那么越剧花脸戏很少，没有成套的花脸唱腔。张桂凤老师呢，就以南调为基础，改头换尾，又加上了一些平淡的曲调，加上这个人物是一个武行嘛，那么就是表演上比较外露，比较夸张，所以说呢，又为越剧舞台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请上的是诸暨越剧团的张派传人张成荫，为大家带来的是《三看玉妹》当中的选段《少年励志老来容》。
老师在越剧老生行当可谓是稳居霸主地位。这一来呢，靠的是张桂凤老师创造人物的能力非常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使得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广。二来呢，就是靠的是对学生几乎严酷的培养。很多人都说，经过张老师教导过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严师出高徒。张桂凤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倾注了心血，可以说对学生在艺术上的要求令学生害怕的地步。就是在晚年缠绵于病榻之时，张桂凤老师见到学生一开口还是弹唱腔、谈表演。所以说，如今在越剧这个老生行当当中几乎凋零的状态下，张派艺术可谓是一枝独秀，传人众多，成才率之高，这就是张桂凤老师多年心血的结晶。很多学生都告诉我，张桂凤老师呢，本来身体非常好，因为他天天都锻炼，叫身体倍儿棒啊。举个例子，有一次呢，张桂凤老师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时候飞驰的过来一辆卡车，不得了！张桂凤老师是一个跟斗躲过卡车，安然无恙，身手矫健啊，还有点武功。对，是。张桂凤老师身体变差呢，是2006年以后。那一年呢，正好举行第1届粤语争锋的比赛，许许多多青年学生找张老师辅导，有上海的，有外地的。张老师呢，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毕竟80多岁人了，连晚上睡觉都在想，怎么样辅导好别人，劳累过度，怎么样教好人家。是的，应该说张老师是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为了学生累垮的。一点都不错。这有一个例子啊，像上虞越剧团的孙伟娟，刚才也上台表演过了。她1989年呢就拜张桂凤老师为师了，因为身处两地呢，她少有在老师身边学戏。到了2001年的时候，张桂凤老师特别把孙伟娟叫到上海，重新复排了那个传统戏基础戏《二堂放子》。当时孙伟娟已经是剧团的当家老生了，但是张桂凤老师还是那样的严格要求，还是那样的一丝不苟。给孙伟娟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的张桂凤老师80多岁，身体还非常的健康，一早就起来练功，跑圆场跑得比孙伟娟还要快，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孙伟娟将再次登场，就为大家来表演《二堂放子》当中的二凡。
张桂凤老师的一生，为越剧事业的传承发展，为越剧艺术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看到了张派的艺术魅力，看到了张派已然活在他的传人身上，更活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我们热切期待张派艺术枝繁叶茂，芬芳满园。且早生节呀心中事，谁